好啦，大家好，股市咧開始步入8月份嘅下旬㗎啦。嗱，暫時成個月份形態上都仲係先高後低，不過以星期五收市指數去到26,009嚟計咧，下個禮拜指數進一步向上挑戰今個月嘅高位係相對比較大㗎。最終當然之有機會扭轉成為先低後高啦，但係未作進一步分析嘅時間咧，我哋先睇睇富途嗰方面有少少資訊咧，同大家作一個分享㗎。嗱，最近市場有啲咩憂慮咧？包括美債嘅息率持續上升啦，咁啊中東局勢緊張喎，美伊嘅和談前景始終不明喎，咁啊油價持續推升，咁啊通脹嘅上升嘅擔成造成一個憂慮，咁啊股市呢段期間咧可能會有少少波動，因為通脹升溫會拉動到美國嗰邊嘅息率有機會喺年內咧係上調㗎嘛，咁而家可以作點樣嘅部署咧？暫時嚟講咧真係好難決定，不過自從有咗 AI 方面，有咗 AI 之後咧，呢方面嘅問題咧，應該就暫時好容易解決㗎啦。嗱，譬如咁，我哋而家喺市場咧憂慮情況之下咧，即係不明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問牛啦嘅 AI 啦，咁譬如咁揀咗專家嘅模式去問佢話，譬如咁根據而家歷史嘅數據。當美國嘅長債嘅息率持續上升，同埋美伊嘅和談又持續糾纏不明，最重要嘅就係油價持續高企，通脹嘅上升有一個憂慮。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邊啲板塊會值得投資或者我哋應該關注嘅呢？咁佢好快咧就處理咗啦。咁即刻咧就會喺個圖嗰度咧係顯示出嚟俾我哋睇。具體咧就話俾我哋聽，根據過去嘅歷史同埋數據咧，遇到咁嘅類似嘅情況嘅事情一旦出現嘅話咧，咁有啲板塊咧係會持續受壓嘅，但係黃金嘅板塊同埋銀行股收息股方面咧係會比較值得我哋去關注同埋去留意嘅。咁樣亦都慳翻唔少嘅時間。如果唔係，我哋喺個市場嗰邊一路睇逐隻撳得嚟其實好多嘢都過咗啦，再一撳牛佢嘅 AI 嗰方面嘅問題就即刻有一個顯示俾我哋。咁講起收息啦，嗱張圖咧都列明咗啦。如果喺平均5厘息以上嚟講咧，就其實到而家呢一分鐘為止咧，股價亦都有持續上升嘅話咧，咁 AI 嗰方面得出嚟嘅情況就係話能源股、銀行股，咁我加多少少啦。其實嚟講咧，有好多高息嘅股份、穩定嘅業務嘅咧，都係我哋可以考慮嘅範疇嘅。當然之呢個係穩健嘅投資啦，一定係中線嘅部署。咁另外一個收息嘅方法咧，大家知道啦，就新一批嘅銀債就開始被認購㗎啦。咁由9月4號下午咧，去到9月4號下午咧就開始截飛，因為呢手嘅銀債咧有4.25厘嘅利息嘅保證。咁大家知道啦，政府嘅銀債可靠性係相當高㗎嘛。不過就真係要中線嘅部署咯。咁如果一手嚟計咧，持續揸咗3年嘅利息大概係1275蚊。咁當然之啦，擺喺收息咧，其實嚟講咧就穩陣，但喺市場上邊有機會可以賺多啲喎，不過風險相對比較高嘅嚇。喺目前股市嘅波動比較明顯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話去富途認購銀債咧，除咗可以免收9種嘅費用之外，最重要咧可以有高達咧1800蚊嘅迎新嘅新優惠。如果大家係唔識得點樣操作，唔緊要，去到富途全港有任何一間分行，即係門市啦，問一問佢哋專業嘅嗰個係富途嗰啲工作人員咧，佢都會同你解答。其實好多時都係1對1嘅服務㗎。咁最後咧就喺即係富途牛嘅期間，如果限定嘅新客嘅優惠咧，而家如果你話用手機掃以下嘅 QR code， 咁輸入咗專屬嘅兌換碼，KWOK即係我個國字啦，就額外再送多港元200蚊嘅現金。咁獎勵嘅總值咧係高達1800蚊。有興趣嘅大家可以留下以下嘅影片
裏邊嘅資訊啊，咁啊，我覺得咧，大家真係要多加留意嚇。好啦，我哋睇翻個大市啦，好唔好？嗱，8月份到而家呢分鐘仍然係先高後低，呢個真係冇得爭議，因為4號嘅高位去到上個禮拜五14嘅低位25,089點，由26,187起計咧，成個月個波幅咧只係得1098點。我講咗好多次，呢個波幅係細㗎。咁但係問題喺上個禮拜五日中係見過25,089點，嗰一刻係相距跌穿10、20、50同埋250天線10、20、100同250天線係有條50天線仲喺下邊嘅啫，形態上咧係想試緊25,000嗰一分氣氛就比較淡，但係由今個禮拜一開始咧係連升5日，咁啊當然知啦，萬種行情歸於市，我哋冇得同時個市拗頸㗎，個市能夠翻上100天線，繼而收復10天、20天。仲收復埋250天線，逼到上26,000，以收市喺星期五計咧26,009，已經係咬住26,000樓上㗎啦。距離今個月4號嘅高位26,187，相差只係百零點。嗱，嚟緊呢個禮拜4咧就係今個月期指轉倉嘅高峰日，禮拜5咧就期指結算日，到再下一個禮拜一咧，即係8月31咧，就最後一個8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咧，就係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咁即係話嚟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只要維穩嘅資金一路維持住冇放手嘅話咧，今個月嘅指數咧，好大機會會扭轉成為先低後高，連同7月份計在內咧，就連續2個月先低後高㗎啦。但係搞清楚一樣嘢，第一，成個8月份由8月3到今日為止，平均嘅成交金額係2,400幾億，呢個動力絕對唔係量嚟㗎，唔係話好似係7月份嗰啲成交金額3,000幾億、3,000億，唔係嗰回事。第二，講到底，成個市都係牛市二期嘅一個週期性嘅階段咁解啫。因為由1月29嘅高位28,056開始嘅下跌，由於指數跌穿晒所有平均移動線，一度去到6月26嘅低位22,518，明顯睇到呢個唔係一個技術上嘅升後嘅調整，根本上係一個牛市嘅二期㗎啦。咁啊，只不過急跌咗5,538點之後咧，個市就一路反彈到今個月4號嘅高位26,187，升翻咧3,669點。好啦，到今個月就算再突破26,187，再上咧都係牛市二期急跌後嘅技術上嘅反彈嘅延續嘅啫。搞清楚呢一點，同埋仲有一樣嘢，指數上翻26,009係開心嘅，因為係有機會將今個月嘅先高後低形態係扭轉過嚟啊嘛。但係問一問身邊朋友，問一問自己，輸定贏啊？好多都係輸錢。你唔好講話炒981輸啦，炒1347啦，華航昂力輸啦，仲有喂嗰個6869長飛光纖光纜都輸好多人喎。兩隻建滔更加唔使講啦，建滔同建滔積層板輸嘅人都唔少㗎。同埋仲有兩隻航股嘅 ETF， 亦都係輸到好多人。即係簡單講，早前一路熱炒嘅股份，而家冚唪唥都去個低位。如果你話喺一個下跌當中中段嚟做部署嘅，好多都係輸錢。好啦，我拉翻近少少。巴巴輸唔輸啊？130、140買貨揸住大有人在。咁騰訊又如何啊？500幾蚊揸住貨等升嘅，你估少咩？先唔好講嗰隻快手啦，落到去33、34蚊。喂，40幾蚊、50蚊、60蚊揸快手嘅唔少㗎。仲有隻百度咧，其實高位已經有個下降裂口㗎啦。咁去到101蚊收市，一開出嚟就88個幾。又係一個下降裂口，即係簡單講，睇住個指數上翻26,000，但係我可以咁講，好多身邊好多朋友帳面上都仲係輸緊錢㗎，仲係輸緊錢㗎，所以呢一陣市就算再行得上去都好咧，大家唔好太過雀躍，哇個市冇事啦，瞓身絕對唔係呢一樣嘢，加上成個8月份成交金額都唔係咁足。咁所以任何嘅短線嘅操作咧，大家一定要扣緊安全帶，即係話第一唔好咁急，唔好咁勇；第二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咁我總係覺得，就算個市真係能夠創咗8月份嘅新高，
但係咧對好多投資者喺手頭上揸嘅股份有唔少一宗仲係未見家鄉㗎。咁當然之都有啲係賺錢嘅，有啲都好咧都能夠賺到錢嘅，但係更大多數嘅咧都揸住啲股份咧都係喺度捱緊價㗎。所以咧就喺一個二期牛市當中，就算有進一步反彈咧，大家都唔好太過雀躍嚇。好啦，咁啊一週嘅回顧同埋分析，我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嚇。